感謝神俾我有機會喺教新40年嘅歷史裏邊，有20年全程嘅投入。我諗香港好似有機構，好似教新咁樣，同香港歷史有唔可以分割嘅關係。教新喺香港獅子山下走過光輝嘅歲月，展示上主護理香港教會嘅故事。我能夠喺神嘅劇本裏邊做甘草演員，做配角，我感到與有榮焉。今日同大家分享3個嘅故事。第一個係香港故事，第二個係運動故事，第三個係教會更新運動嘅故事。教新第一部嘅大製作就係1984年上演嘅《信念書》。對好多人嚟講，《信念書》係講政治，係講香港教會點樣面對97嘅危機。但對我嚟講，呢一套唔係社會寫實電影，乃係我婚姻嘅故事，關乎我一生嘅幸福。喺1984年5月中嘅時候，《信念書》就正式登場。當時我喺播道神學院讀最後一年，6月畢業。喺嗰啲年日，神學院係禁止神學生拍拖。我讀書嘅期間，曾經向校方申請結婚，得到嘅答覆：你係可以保持關係，不冷也不熱。所以當我計劃我一畢業我就立即結婚，所以我就喺6月畢業嘅時候，我就計劃同師母喺9月就準備呢一個嘅結婚。但我當時要過一個難關，就係要得到未來外父嘅批准。我未來外父嘅一向係關心國家大事，佢係典型民國時期懷才不遇嘅文人，就好似粵語殘片嘅張英咁樣。佢都不時喺《華僑日報》、《香港時報》同其他書刊發表文章。未來外父唔係基督徒，但佢身邊有唔少基督徒朋友。當時就有龍靈光牧師寄俾佢《衛道雙月刊》，裏邊就有信念書。未來外父有鮮明嘅政治立場，佢關心香港嘅前途。因此，我結婚之前，我就首先要考一個嘅筆試，而題目就嚟自信念書。佢要考我作為一個傳道人，點樣帶領香港信徒面對97嘅轉變。我記得當時喺女朋友屋企坐低書寫，答3-4條問題，用咗差唔多3個鐘頭嘅時間。好似我讀書都唔係太差，我熟悉信念書，唔係因為我好關心政治或者香港，乃係為咗我終身大事。我都唔記得我答到啲咩題目，總之答案係令到未來外父滿意，筆試合格，我考牌成功，娶到老婆，生咗2個仔。撰寫信念書嘅劇本嘅團隊應該冇諗過呢份公開聲明會影響一個人嘅婚姻故事。上主嘅作為從來就帶俾人驚喜，人生劇本喺神嘅手裏邊，總會有意想唔到嘅事情發生。冇信念書就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嘅成立，有信念書就有我通過未來外父嘅筆試，有我婚姻故事、家庭故事。第二個要分享嘅就係運動故事或者體育故事。教新呢個機構個名稱好特別，成立初期係委員會，後來正式改名係有限公司。由於最後尾個名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所以外邊就見到運動有限公司嘅時候，就以為我哋係賣波鞋，係同體育運動有關。我記得喺2000年7月，當我就任教新總幹事冇幾耐，就傳出馬會當時有意申請賭波合法化。當時我就同好幾個團體機構走埋一齊，成立咗基督教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我就被推選為召集人。以前我就係識喺教會呢邊講道同教導，我唔識點樣召開記者招待會，點樣面對傳媒採訪同埋提問。大概由2000年去到2003年立法會正式通過賭波合法化法案為止，我好多次係上電視台、上電台，喺唔同嘅場合裏邊嚟到見唔同嘅立法會議員，見唔同嘅黨派嘅負責人，游說佢哋反對合法化呢一個嘅法案。當然我哋嘅團體對比財雄勢大嘅馬會，根本係勢孤力弱。雖然我哋睇翻反賭係失敗，但至少我哋做咗2樣嘅事情，係成立監察賭風嘅博獎會，同埋正式提供資助嘅戒賭服務。我知道全運會不久之前喺香港舉行，喺2008年嘅時候，北京係主辦奧運會，
應該係歷史性嘅創舉。當時我就召集咗好幾個從事康體活動嘅團體，組成咗08奧運香港教會網絡，同心祝禱北京奧運會成功嚟到舉行。喺嗰啲連日，我間中都會受到中聯辦嘅邀請，出席喺內地舉行嘅高級論壇。每一次大概分享20分鐘專題，亦去過唔同嘅地方做一啲嘅教會嘅訪問。我確實愛國愛港，一心團結香港教會，為北京奧運會表現忠誠。喺2008年4月30號，我哋又舉辦咗奧運倒數100日嘅祈禱會，反應都唔錯。冇幾耐，我就收到中聯辦有人打電話俾我，話內地有國安部嘅同事想約我食飯傾偈。我通常都會來者不拒，應邀出席。有2位平頭裝中年嘅男士就用普通話問我好多問題，想問我究竟做啲咩嘢，我哋會唔會派人上北京，我哋同外國之間有啲咩嘅聯繫？呢個係運動故事、體育故事，唔係間諜電影。當然見面之後，我哋就唔再搞任何響應支持奧運嘅活動。我一心以為愛國，點知表錯情，踩到紅線都唔知。我真係冇乜政治智慧。活到今日，我承認我都唔係好識政治。我嘅天職志業係做牧師，唔係搞政治，亦唔係搞運動。求主唔好叫我哋遇上各樣試探試煉，拯救在座各位脫離各式各樣嘅政治運動。第一個係香港故事，第二個係運動故事，第三個故事就係教會更新故事。教新嘅獨特就只係一間，唔會有分店，唔會成立英國教會更新運動，亦唔會成立加拿大教會更新運動。我哋土壤就係香港，服侍對象就留喺香港嘅教牧、長執同埋信徒。當我喺2000年接任甘肅做總幹事，當時又面對嚴峻嘅經濟挑戰，我從來唔識籌錢，又缺乏信心祈禱。我知道教新要繼續運作，就必須要提供適切嘅服務，而呢啲服務就需要收費。當年我哋就倡導教牧領導，透過培訓、講座、工作坊、專業測試嚟到強化教牧嘅領導。做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哋發現只係提升教牧嘅領導能力，但堂主任依舊不變，只係會加增教會內部嘅衝突。因為咁樣，我哋就喺2001年開始就邀請趙錦恩德牧師由加拿大嚟香港，就1連3日，由上晝9點半至晏晝4點半，每次有12位堂主任去參加呢個訓練，1年只係做2次。開始嘅時候有趙牧師同埋我同埋根叔，後來又加入咗麥漢芬牧師。我哋就由2001年做到2016年，總共30屆。我就會睇呢段時間呢4個人係一對非常好嘅團隊，我哋可以各自分工，互相走位，呢個就係真正 team teaching 嗰個嘅好處。曾經有段時間，美國柳樹溪教會聯絡我哋，計劃喺香港籌辦呢個領袖高峰會議。點知開始冇幾耐，當我哋做咗一啲事前準備工作嘅時候，美國教會就認為我哋唔得，唔願意再同教新合作。當時我真係好失望。冇幾耐，神就透過我哋成功申請馬可計劃新入職教牧支援嚟到話俾我聽，我哋要走嘅唔係搞嗰啲大型聚會，我哋係選擇走少人走嘅道路，每次具體服侍10位教牧就足夠啦。我從來冇諗香港教會更新，樣樣都關教會教新事，我冇咁偉大，我哋只係透過教會普查，提出一啲教會要關心嘅課題，我哋提出問題，唔一定由我哋提供答案。我哋上次做嘅係補足堂會不足嘅事工，就係咁樣，教新開拓咗唔少創新嘅事工，好似 coaching， 好似跨代同行師友培訓計劃、金齡信徒再上路等等。教新成立以嚟係扮演平台嘅角色，同唔同宗派、教會機構、神學院、差會、NGO 一齊合作。教會更新唔係我哋嘅專利，乃係國度事工。我自己喺教會更新嘅故事裏邊有些少嘅角色。教新會繼續喺香港變動嘅場景裏邊揾到自己嘅位置。香港故事、運動故事、教會更新故事係 never ending stories。呢個故事唔會繼續講得完，願意你喺
上主嘅故事裏邊都揾到自己嘅位置同角色。多謝大家。